3位都是单身的蒋 C 模耶。哦，是吗？是吗？哎，我这样看起来哈，我觉得这个久安哈有那种成熟大姐姐的气质。哎，是是是，康帝哈懂电影下很可爱啦。哎，不错不错不这个错。不知火哈，怎么样？不知道为什么看了就很火。大家好，我係宋明歡，大家好，我係車少年，歡迎收看《乖客臨門》，謝謝大家，謝謝。安子 C。其實哈，我們相聲演員都非常的會聊天。哦，你都聊什麼呢？哎，不管你想聊什麼，我都能給你接上下句。真嘅哦，真的跟我要靠呢。來，要是我跟你談經濟，我跟你聊投資理財，我跟你談時尚，我跟你聊各大名牌，我跟你談戀愛，我跟你看不到未來。你想到哪裡去啊？是你說的要跟我談戀愛呢？沒啦，我是要談談你的戀愛狀況。幹嘛聊我的戀愛狀況、戀愛衝控啊？你不是一直單身嗎？哎，對啊。你最近有沒有找對象？哎有哎，我最近很認真在用那個交友軟體，很認真，可是怎麼樣都找不到對象啊。那是不是你資料都亂填吶？哎，誰說的？我都有好好填資料。是哦。對啊。那你身高填193啊？體重63，好扯。月薪200萬。我說宋明翰，嘿，你可不可以誠實啊？哦，要誠實是不是？啊，誠實。身高1930，體重630，月薪2000萬。你是晉級的巨人嗎？怎麼越寫越離譜啊？是你叫我誠實的呢？你還乘以10哦？對啊，你還沒聽我寫型呢。寫型是什麼？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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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嗶。你嗶嗶扣，你還是警報器呀？你幹嘛一直催我談戀愛，然後要結婚吶？冇談過一句話哦，謀後一般果，其後一般否。來，大家跟我念一遍。謀後一般果，其後一般否。來。哎，這什麼意思啊？意思就是說，只要秧苗好，就等於收成了一半的谷子。哦，你要是娶到一個賢內助，就等於幸福保證了一半。啊，那也只有一半呢。你還閒哦？再閒連一般都冇。不是啊，還有另外一句客家話，叫做後發慢開，後自飯來。來，大家念一遍哈，後發慢開。後自飯來，意思就是說，談戀愛千萬不能急，慢慢找到好的姻緣，才可以有一個美滿的家庭，才會幸福嘛。是是是。來，各位，這一句學起來，回去跟你們的家長說，但不要說是我教的哈。別，明翰，再怎麼說，我看着你長大，要不然這樣，今天我就透過我的關係，運用我的惡勢力，我從那個喜劇圈找了3個單身的女性，讓你認識我們現場聯誼怎麼樣？有講 C 模 M 哦，當然有各種的講 C 模啊。哦，是啊，有30歲嘅講 C 模，30歲，40歲嘅講 C 模，50歲嘅講 C 模，50歲會不會太老了？說不定很適合哎。怎麼可能啊？來，我們掌聲來歡迎康帝久安不知火。哦，歡迎歡迎。你看，哎呀！大家好，我係康帝。大家好，我係久安。大家好，我係不知火。哎，謝謝你們來，謝謝你們來。看到沒有？3位都是單身的講 C 模耶。哦，是嗎？是嗎？哎，我這樣看起來哈，我覺得這個久安哈有那種成熟大姐姐的氣質。哎，是。康帝哈懂電影下很可愛啦。哎，不錯。這個不知火哈，怎麼樣？不知道為什麼看了就很火。哎，你不要這樣嘛，你最起碼先了解一下。哎，我等一下讓他們自我介紹。哎，你們誰先來？那你先來。那這樣我先來好了。歡迎久安，歡迎久安。大家好，我係久安。我白天呢是一位法律寫手，晚上是脫口秀演員。那我白天的工作是幫客戶寫法律文件，讓他告人。那通常我們這行接到客戶的時候呢，我們都要先評估案子的勝算。那如果遇到穩贏的客人，我們就會跟他說：哇，這件贏定了，服務費3萬。
那如果遇到写的超烂、死定了、完蛋了的客人，我们就会跟他说：哇，这件赢定了，服务费3万。哦，就先拿到钱再说啊。OK， 客户死活谁管他？还有遇到一种是小气的客人，他们会自己先 Google 法律文件怎么写，然后自己写啊，再跟我说：哎，哦，我已经写好了啊，你帮我改一下哦，那算我便宜一点呐。但是这一种文件都写超烂的，可是我们也不能呛客户啊，所以得要跟他说：哇，这件赢定了，服务费3万。那通常我们脱口秀演员也常常遇到朋友问我们说：哎，你会讲脱口秀，那讲几个笑话来听听看啊。我就会跟他说：哦，我也是法律业的哦，那要不要我顺便告你看看呢？我朋友就生气，他就骂我说：什么？你要告我？来告哦！我现在就叫你告我哦！我就说：哦，你要求我对你进行法律动作，服务费3万哦。从此不会有人再问这种问题。那我法律做很久之后，我有一个心得，就是来法律事务所跟去酒吧的客人有个共通点，都很喜欢说我没罪。那题外话，我以前是有交过男朋友的，但是有一天他吓了我一跳，他跟我说他是乩童哎。那我男朋友他当了乩童之后，他就有阴阳眼通灵、天眼通这些超能力啊！我听了这些怪力乱神东西，又觉得哎呀，这样我就不能花心法篓行呢，不然会被天眼通抓包。可是后来呢，虽然我没有天眼通，但我还是抓到他法篓行。就真的不要小看女人的第六感，比天眼通还厉害。那其实到了我这个年纪，还没有结婚又单身，最不想做什么事情，大家知道吗？就是不想要参加别人的婚礼，超不想去，因为拿回红包钱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了。所以我现在都用参加丧礼的心情去参加婚礼。我就发现，其实婚礼跟丧礼有很多一样的地方哦，像是主角都穿白的，还有主角都吃不到东西，还有会场都会放主角漂亮的照片，主角再也不会把这照片拿出来看了。那婚礼跟丧礼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婚礼的主角很烧钱，丧礼要烧钱给主角。那我的自我介绍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这个你有喜欢吗？有中医吗？其实还蛮喜欢的，因为真的感觉蛮成熟、蛮稳重的，而且在法律业工作，那收入应该不错了。不过我觉得先不要急，再了解一下，不然有用啥？等一下，我还有个问题想跟他确认一下。那你去问他。那个久安是你是怎么抓到男人法篓型？喂，你是想学起来怎样不会被抓到吗？这么明显，人家的伤心事干嘛在人家伤口上撒盐呐？其实都过去了，没事的。我最后呢有找到名目告他，他还欠我30万没还。我突然没有那么想了解他。下一位，康弟，来，对，换你。台卡后乃黑康弟，我是一个运动女孩，应该看得出来。我之前有去参加田3项，有顺利完赛哦。我很喜欢运动，但是运动带给我很多麻烦，因为身边的朋友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会跟你说，你不是有在运动。像是之前演出的时候，我是负责搬椅子跟桶装水的，然后搬着，我就腰就拉伤了，然后旁边的演员就说，你不是有在运动？或者是平常我是一个上班族嘛，你知道办公室很冷外面又很热，进出我就感冒。我跟我老板说，老板，我要请假。老板，你不是有在运动？或者是你只要变胖一点点，那边身边体脂比你高的人，那些管理室的阿伯早餐店的阿姨或者是我妈，她就会跟我说，你不是有在运动？这真的很麻烦。还有另外一个，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其实我有当过工具人哦。对，这就要说起癌中医我喜欢的第一个女生，她是画国画的。那个时候，她每次画的时候，我都好想要当她的工具哦。我是宣子。
画在我身上，画在我身上，但没有发生过。然后我跟他说，不然我们在一起啊，不然就拉倒哦。他就真的把我拉倒了。然后，我之后挨中一另外一个学妹，哇，她长得矮矮小小只，好可爱哦。我那时候也刚考上驾照，她想要去哪里，我就带她去哪里。然后她肚子痛的时候，我也买热巧克力给她喝。然后她电脑坏掉了，我也帮她修电脑。我怎么帮她修电脑？堂弟，人家电脑坏掉了。我帮你修。学长，人家电脑坏掉了。修好了，我也当过工具人呐。然后之后学妹跟我说，堂弟，我真的懂翻译，跟你在一起耶。那就真的在一起啊，也不是那种喜欢啊。原来这就是学长被拒绝的感觉啊。我的自我介绍到这里，谢谢。怎么样？压根有中医嘛？要跟他讲我现在就想选他了。可是我觉得你还是想一想吧。因为刚刚听他讲，好像没有很喜欢男生对，我就确认一下。那个康帝啊，听你刚刚的自我介绍，你好像比较喜欢 C 摸，也比较喜欢女生，是不是？对啊。你不是有运动，喜欢男生可以吧？这没有关系。换我，来，换我。那为什么我说要介绍明翰给你认识，你还说好啊？因为挨中医小林欣赏啊。这样，小林欣赏，我是认真的啦。不好意思，我们两个是某扣呢呐，没有希望啦。你先去乖乖哈，到后面坐一下哈，乖。欣赏说的我都会。OK。太莫名其妙了吧？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我比较想跟他有未来的，结果不喜欢男生，真的是。那你只剩最后一个机会了。只剩最后。怪客，你们时间够了吧？拜拜。你不要这么没礼貌啦！你先听听看，不知火说什么。某天操，你要改编啊！我不会害你啦，不会害我吗？不会啦，轮到我了是不是？明翰好啊！我不知火，喜剧界的小龙女，古墓派传人啊！古墓派，你不是，你是古墓本人吧？小龙女也是康帝比较像啊。我觉得小林喜上比较像小龙女。这一趴是不知火的，尊重他一下啊。人家也不一定要叫小龙女啦，你叫火龙果不就好了吗？我是很怕大家都注重我的美貌，忘记了我的才华。我想把你整个人忘掉啊！好，没关系。这个闲货才是买货人，你赶快自我介绍啊！听听看。太假吼，俺黑不知火啊！我承认我是全国喜剧界最老的演员呐，但是不要再问了，我真的没有打过甲午战争。但是那个金门县的观光局可以来找我，我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当年我看到的8人山泡菜。我是一个很认真的演员嘞，他们常常都笑我很老懂漏，但是我太认真，我在家里拼命写，我写了1000个有关于老人的笑话，露你袖口啊，露你袖口，你们看看，满满的有没有？满满的一片空白啊！这是一个关于失智老人的笑话，失智露你个袖口啦，爱莫失智啦！哎呦，他们都说我跟年轻人不太一样。他们说年轻人每天都是被梦想叫醒的，而我每天都是被我的膀胱叫醒的。但是我看起来很美，对吧？是吧？明翰是吧？是这样子。我刚在后台那康帝还跑来跟我说：“火姐，可以跟你借一片卫生棉吗？”哪一个更年期的女孩子被人家借卫生棉会开心的啊？但是讲到更年期我就生气，你们知道吗？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我同事就常常跟我说：“不知火，你脾气干嘛那么暴躁啊？你大姨妈来了。”我就问这个社会为什么常常要跟女性贴标签呢？奇怪了，你们说大姨妈来了就一定会脾气暴躁吗？我没有了大姨妈，我都不能自主暴躁吗？奇怪了，真是奇怪。我还有一件事情很生气，
我有一天走在那个台北车站它上面啊，就有男人要来搭讪我，你们知道吗？他们就拍我的肩膀说：“阿婆，哇，你叫谁阿婆啊？你有看过那么貌美的阿婆吗？”我说干嘛？他说：“玉兰花一串多少钱？”我说3000，然后怎么那么贵？我说我就是玉兰啊。但是因为以前我都太着重在我的工作上就不懂爱情是什么。我很想知道，他们就告诉我说，爱情就是虚无缥缈、遥不可及、若即若离的，而且会让你有心痛的感觉。就在我汇了15万美金给那个乌克兰战地医生以后，我整个人就知道爱情是什么了。我最近跟那些年轻人在一起我就比较知道年轻人的想法。他们对我都很客气，看到我常常说活姐好，但是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阿姨，我不想努力了。哇，你们这些年轻人的脑袋都是这么的扭曲哦。但是我看到那个年轻人的胸肌，我就想，我应该接受这个扭曲的观念吗？对，我应该接受这个扭曲的观念啊。所以我就跑到老人之家鹿宁子嘎去当志工你们知道鹿宁子嘎里面有多少阿公吗？我就帮阿公按摩，说阿公，人家也不想努力了。你们想找一个 Sugar Mommy， 你要 Sugar Mommy， 我也想找一个 Sugar Grandfather 啊。但是你们知道吗？如果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那鹿林子嘎里面简直就是个聚宝盆啊！你们相不相信这奄奄一息的阿公啊？我拿到钱的速度一定比你们快多了哈！你们不想努力，阿姨也不想努力呀！哇，阿姨努力完了。阿姨可以来找小鲜肉了。我介绍就到这里啦，不要那么着急啦，干嘛？这个你有喜欢吗？有中医吗？当然不中意啊，我想走了啦。不要。其实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不是常常说吗？阿姨，我不想努力了，这就是个现成的机会嘛。我现在特别想努力。明翰呐，你想不想跟阿姨聊一聊一点敏感的话题呀？等一下，你想跟我聊敏感的话题？对，可以吗？敏感性牙齿要用舒酸定哈。你还卖牙膏啊？是啊，这些人就是不懂得阿姨的好。算了，阿姨，等一下。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件事？好。哎呦，捡起来。是嘛？这怎么选嘛？不是，刚好我跟你讲，他不是一直阿姨，你也不懂吗？对啊。最近刚好我练了一个段子，你帮我打主板配一下好不好？主板我没有带在身边啊。放心，我帮你准备好了啊，后台就有。准备了。来，你看。哎呦，好，谢谢啊。等一下，我可以跟他联谊吗？你想太多了。人家拒绝你了，你赶快打你的板吧。好，来，听好了哈。年少不知阿姨好，错把少女当成宝。年少不知阿姨好，错把青春倒插秧。回头想把阿姨找，然而阿姨已经跑。阿姨好，阿姨香，阿姨是黑暗中的一缕光。只要把握住阿姨，连夜搬进大别墅啊！不是，怎么样？你这一套是哪里学来的？他就那个 IG 有没有这样罚一罚，把它学起来。不要 IG 看到什么就学什么，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好，这个我一定要学起来。小林先生，跟他学啊，好厉害哦！我也想。你不要再来捣乱了。不是，你们到底在干嘛？你们呢？如果需要告性骚扰的话，找我，服务费3万的。我现在就很想告他，我跟你说。好了，等一下。就算要学，也是学另一句客家话吧，叫做看对頭，莫看門了。来，大家念一遍，看对頭，莫看門了。意思就是说挑选对象挑的是内在跟个性，不要看重钱财啦。是啊，不过说真的，言归正传，人家都说培养一个少女长大，
不如听听阿姨心里的话。不，你阿姨话怎么那么多呀？你如果觉得太急的话，不然我们2个先交个笔友，互相那个写信认识一下。什么年代了还有笔友？现在只剩下现实动态了，你知道吗？树明，你可以叫我小不点。我想叫你小声点。不，明翰，您讲啊，前托晚托。托到一个烂朴素，虽然你现在条件可能没有很好，不过好不容易来的机会，你就这样放弃了吗？不是，我现在还没有那么着急，你知道吗？不然这样好了啦，嘿，你就开个条件，阿姨我办不到，我就自动放弃，怎么样？开条件是不是？对，来，是有林情长，你不是会唱那个黄梅调那个很多要求的那个吗？对，考他。好，来 music。1要台北大套房，2要冰室来1辆，3要保单满市账，4要遗产往我放。倘若不答应这4样，牛哎，想和他结婚，你别妄想对啦，这样出条件就对了，他没有啦。这简单哦，以我的财力没有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你看是不是？我就跟你讲说，只要把握住阿姨，你就连夜搬进大别墅。不是，你不要一直急着推销嘛，你让这2个人也有拉票的机会嘛。来，九安，你赶快拉票一下，你这个，法律人啊，法律人。虽然呢我没有那么多钱，但我是很了解明翰的哟。哦，你有做过功课是不是？是。根据我的了解呢，明翰去年还有3件官司还在打哦，一个是相声抄袭著作权的官司，1件是逃漏税的官司，还有1件是疑似性骚扰的问题。性骚扰没有哦？那逃漏税跟抄袭是有的喽。你来套话的是不是啊？需要法律帮助的话，来找姐姐服务，服务费3万。我知道了，他不是来拉票的，他是来拉客的，你走开啦。来，你好，我其实是乖哈灵门的忠实观众。真的真给哦。但我觉得乖哈灵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为什么主持人是你啊，不是小林景商啊？你小林景商的画面太少了吧？我知道了，他也不是来投票的，他是来投废票的。你走开啦，走开。走开！那我也来拉票一下好了。你还要拉票啊？你看呐，注意听好了啊！阿姨要送你一个礼物。礼物啊！阿姨多霸气，二话不说送礼物。真的？什么礼物？这什么东西啊？我的礼物啊，就是对应你刚刚开出来的条件啊。什么条件啊？这个是台北豪宅的钥匙。哎呦！这一只啊是宾士车的钥匙。哎呦！这一只啊是保险箱的钥匙。哇塞！等我走了以后啊，这些全部都是你的了。等一下，现在关键只有一个，你什么时候要走？昨天我才去医院做体检，报告上满满的红字啊！吓人吗？该啊！他写说恭喜你，你会健康活到120。看这个样子，我会比你早走，你知道吗？搞什么东西呀？不，你看，不要这样，不要那么现实嘛。人家3个人都拉票拉完了，最后你总要做一个决定。让我思考一下。好，你的决定是？我的决定是什么？当 gay。你要 gay 我也可以啊。什么啦？不要，走开啦！小林景商，那我们是不是？好，我们今天节目告一段落，为大家介绍所有的演员。首先是谢小林老师，康弟，不知火，还有九安，感谢宋敏欢，祝贺你们，拜拜见，拜拜。
我想要的对象是个性稳重、好相处就好，但是不要法官，因为我吵不赢他呀。好聊天，长相有喜感，长相圆润，最好可以一起运动，啊，C 啦还是 C 妹？都可以啊。我要的对象很简单啊，就是宋明翰。